你在前台的快递我帮你拿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猜猜我是谁？上班呢，别闹了。小野，我们成同事了，惊喜吗？真的吗？当然了。出院，主编那边讲了些东西。陈野，杨文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认识？不认识。姐，他该不会也在这个公司吧？对啊，他是我们公司的责编。早知道不来了。出院，你们俩是？啊，她是我妹。我们去喝杯咖啡吧。啊，好。哎，我请你们。我们单独聊聊。要不我们撤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稿子还没有改，你们先聊，我先回去了啊。走了。怎么了？我家楼下好像有人跟踪我。别怕，我送你回家。好。别怕，咱们走。没事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我不走，我去帮你倒杯水。放心，今晚我陪着你。谢谢。
你不能喜欢他。我先回趟家，一会儿送你去上班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这几天还是我送你吧，比较安全。我先走了。你们不能在一起。可感情的事儿真的能靠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去推测吗？为什么不能？我们星球的数据从来没有出过错。可万一要是出错了呢？没有万一。你的手怎么了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小伤，没事儿，你不用管我。我怎么能不管你啊？我们是朋友。朋友，朋友不就是应该互相关心的吗？你赶紧回头是岸，选择一个匹配度更高的人，跟他在一起，否则我就永远只能躲着。我不想说这个了，我要去上班了，你自己小心点吧。初韵，明天有时间吗？没空。那我们一起去看画展吧。别去，他肯定没安好心。你也喜欢他？这次我都没能抢到画展的票。那我们明天见。那我也去。那接下来就辛苦各位了。今天有一位新同事，小陈呢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陈野，以后他就负责公司的商务。大家好，大家以后叫我小野就行。小陈啊，这位是杨组长，也是公司的老人了，以后你有什么问题，多多向他请教。那杨老师以后就多多指教。好。小野手上有几个品牌方有意向合作，大家回去把项目内容整理一下，周一前给到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。小野，那一会儿我们加个微信吧。不用，有什么事儿群里说就好。有什么呀？ OK， 没问题，散会。初韵，初韵啊，你那个漫画原定不是下一周交吗？平台那边催得比较紧，主编说这周完成一下，要不你周末加个班？周末啊？可以。行，那辛苦了。怎么着？周末约不了会了吧？我不是去约会，我那是去看画展。画展？你要约我去画展？我约你干嘛？有你是不是？不行，还是先改稿子吧。你完了，你中了没有结果的爱情毒药。你懂什么呀？你快点帮我看看，穿哪件比较合适。你这衣服根本穿不出去。烦死了。希望你分手的时候不要哭得太伤心。喂？怎么会这样？您好，
这都迟到，有没有时间观念？不等了，我们走。再等等吧，万一他要是有工作耽搁了呢？行。这画展都结束了，他还没来，什么意思啊他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去哪儿？有钱，你不是喜欢吃我们这里的美食吗？我把身体借给你，你去玩吧。初韵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想好好冷静一下。那，好吧。韩子昂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久等了吧？哎呀，我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就说匹配指数低的人不适合在一起吧，这下被我找到证据了。哼！哥哥真好，竟然还带回家，果然是吃着锅里的望着盆里的渣男，看我不戳穿你的真面目！哼！哎呦，你轻点儿！我回来了，陈姐。上哪儿去喝酒啦？我和弟弟喝酒去啦。嘘。快坐下吧。我在外面喝了点小酒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妈，我没事。这身上一股子酒味，赶紧去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。好。哎呀，慢一点儿。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。手机拿出来，看相册。怎么了？你看了就知道了。
点衣服呀，冻感冒了，难受的可是你自己。妈，怎么了？来，坐下说。工作上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？和子昂闹矛盾了？他解释了吗？不重要了。韵韵，妈妈那是过来人，你与其自己生闷气，还不如冷静下来，好好去沟通，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去猜疑。两个人在一起久了，总会有矛盾，要相互理解，相互包容，这样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也都会好起来的。傻孩子。初雨，我昨天……主编让我把这个给你。韩总，你俩，初雨，我昨天临时出差，手机又落在了飞机上，所以一直联系不上你。都是借口，都是我的错。没关系，你别生气了，好吗？你问他，昨晚那女的怎么回事？问呐。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你去上班吧，我去买杯咖啡。初雨，感谢品尝，这是我们店的新品，希望二位能够喜欢。好，谢谢。有什么事情随时喊我。初雨，我想起来你的漫画好像没保存，你赶紧回去看看，万一出问题了怎么办？是吗？我记得我保存了呀。你肯定刚刚太着急忘记了，你赶紧回去。哦，好。姐姐咖啡没喝完就要走吗？我有事儿。怎么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啊？哼，他本来也不认识你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那女的又来找韩子昂，他们都住一起了。我不去啊！现在正是人赃并获抓现行的时候。哎呀，初雨，你怎么来了？表哥，是我的外卖到了吗？表哥。初雨，我们单独聊聊。你们聊，我就不去了。初雨，刚刚那个是我表妹，她叫林曼。哦。你是不是昨天就看见她了？吃醋了？没有。初雨，我想带你去个地方。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沈初月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我很清楚的知道我对你的感觉。你依然还爱着那是星空的天，我想领略你深邃的眼，要飞往你的星球需要多少？沈初月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没听到。我说，我愿意。那一
星球在你我之间坠落，只为那短暂的闪烁，躲避所有漩涡，来到这。你干嘛去了？怎么才回来？我没什么。你脸红什么？韩总，来找初韵啊？我来找他碰一下项目的进度。哦。韩总，我们去会议室聊吧。好。韩总，请。坐啊。坐。你坐这么近干嘛？坐这么近方便讨论。你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。我已经按照之前说的方向重新改了一下这个内容，你看一下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？男主角的戏是不是少了一点啊？这是一个双女主设定的故事。之前你提过的悲情结局的问题，我有仔细想过，只是还没来得及梳理。你真的改了？因为你是甲方啊。就只有这个原因吗？妈，今天怎么做这么丰盛啊？小韩快到了，你现在快去收拾收拾。好，那我去换个衣服。哇哦，婶婶，我先吃一个。你这个小馋猫。我去开门。韩总，欢迎光临。哎呦，小韩来啦！阿姨，我听初韵说您最近经常失眠，特意买的长白山的灵芝。哎呦，这哪好意思啊！要我说呀，还是小韩你有心了，谢谢了啊。韵韵，你收拾好了没？快出来啊！小韩，里边请。吃饭，吃饭。坐。吃吧。小韩，你多吃点啊，来。谢谢阿姨。这个好吃。谢谢阿姨。这个也好吃。谢谢阿姨。妈，你让他自己来吧。自己来，自己来。阿姨，你这排骨做的看上去就好吃。是吗？那你下次来，我再给你做。那我下次早点过来，帮你打下手，顺便学学厨艺。好呀。是想以后做给我姐吃吧？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。喜欢吃呀，小韩你就多吃点。阿姨和我妈很像，怪不得她们是好姐妹。所以你会紧张吗？你想听实话吗？紧张到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还笑？等你见到我妈的时候，看你还笑得出来。别紧张，到时候我会在。而且我妈特别喜欢你。真的？你没发现我在这一刻小韩，众多星球，我是不起眼那颗，我不再执着，不散发所有光和热，只有用去了证明自己来过，也没有下落。
趁现在还没有受伤，必须分手。不要，我是不会害你的，你相信我。从小到大，我自己做决定的事情就很少，这次我必须自己做决定。可你们并不适合呀。我们匹配指数低又怎么样？难道就只能靠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吗？你就没有心吗？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会吵架，要去解决啊，不能总逃避。这里是地球，你不能用你们星球的行为准则来要求我。所以你决定了是吗？我不能再看着你错下去。既然你不想分手，那我来帮你。还长能耐了。初韵明明见过我妈妈，为什么不记得呢？初韵来了，阿姨好，来吃点水果。谢谢阿姨。喂，你好，徐医生你好，我想咨询一件事。你说。姐姐，贺文燕，我们还真是心有灵犀。怎么想起来找我了？我今天没什么事儿，想给你做甜品吃。还是匹配指数高的弟弟更合适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徐医生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根据你的描述初步判断他可能具有双重人格，两种人格呢会交替出现，但互相并不共享记忆。好，谢谢医生。你好笨。你才笨呢，臭弟弟。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我只是不想让别人打扰我们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在。初韵，我有些事情想当面和你说。我去找你，马上到楼下了。弟弟，你该走喽。我？今天我们公司临时加班，让我们半个小时之内必须到。我也不想可了，是我们所以我们只能下次再约了哈。走吧，弟弟。姐姐，要不你离职吧，我养你啊。那可不行，我可热爱这份工作了，所以我要回去忙了。你赶紧回去吧，乖。好吧。姐姐，我觉得你这份精神非常可嘉，加油！加油！贺文燕，咋？你怎么在这儿？